据9月13日来自东突厥散的消息，维吾尔父子伊利哈姆肉孜和白赫提尔伊利哈姆被拘留。据悉，伊利哈姆肉孜于2019年4月被捕，他的儿子白赫提尔伊利哈姆于2019年11月被捕。根据维吾尔活动家阿波多外利阿尤普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伊利哈姆肉孜出生于东突厥散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他毕业于喀什教育学院。伊利哈姆肉孜曾是阿克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曾在卡尔鲁克软件公司担任工程师和经理的白赫提尔伊利哈姆于2019年初在阿克苏开设了一所计算机培训班。近年来，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建立庞大的集中营系统，已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非法拘留，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英国议员沙巴纳·马赫默德呼吁英国就破坏维吾尔族穆斯林向中国发起挑战。9月9日，英国议会举行了关于维吾尔人处境的特别小组会议。在会议上，英国国会议员沙巴纳·穆赫默德就维吾尔人的现状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沙巴纳女士说：“今天我敦促我们的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中国政府在其针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现在这种罪行不应逍遥法外。”沙巴纳女士重申，中国政府正在继续毫无障碍地进行种族灭绝。她批评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很弱。沙巴纳女士在谈到维吾尔集中营的证人的证词时说，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在集中营中遭到严刑拷打，维吾尔妇女被强迫绝育，维吾尔人生活在严格的监控和压迫之下，并说这些罪行的清单很长，而且很恐怖。伯明翰议员还批评了花木兰和迪士尼公司，后者无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并与中国公共安全和宣传部门合作。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是对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最大威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坚昨天在批美国国防部的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他称这是妄议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是对中国的国防开支和政策以及台湾等问题进行无端指责。他并强调，这份报告污蔑中国及中国军队，歪曲中共与中国军队的关系。美方这份评估中国军力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发展并部署大量先进中程弹道及巡航导弹，配备先进武器的新型攻击潜艇，性能日渐增强的远程防空系统，电子战与网络战攻击能力，先进战斗机以及反太空系统。这份报告还谈到中共的台海战略及北京对台作战方案，列出中国军方对台湾的一系列武力威胁动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卡塔尔会见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的双方代表，敦促他们抓住历史机遇，为阿富汗内战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实现永久性停火。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代表星期六在卡塔尔首都杜哈启动历史性和平谈判，旨在结束近20年的战争。国务卿蓬佩奥在杜哈分别与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谈判代表举行了会晤。他在会见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负责人毛拉·巴拉达尔和塔利班谈判小组成员时，敦促塔利班抓住这个机会，实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并达成一项全面而永久性的停火协议。伊朗当局昨天表示，已经处决一名在2018年反政府抗议浪潮中杀害一名男子的角力选手，引发国际争议。阿尔卡利是伊朗知名角力选手，还曾赢得全国冠军，但因他参与2018年反政府示威之后遭受酷刑，承认罪行。日前，他遭到伊朗政府处决，引发多个体育组织不满。阿尔卡利参与了伊朗反政府示威，但后来他遭到逮捕并冠上谋杀保全的罪行。
之后便一直在服刑中。而他曾对外表示，他遭受到酷刑，被迫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